32分。2-3分。慢慢多個啊！好玩啊！輕手吧，輕手。好波。2號招。係，攞入去，好波。黃色10號3分。10號籃板。翻晒！小明過啊，27。12落咗，12啊！好晒！籃板。散開！係啊，轉身。好心急啊！沽出嚟嘅，早防守啊！點解唔係你同輕手！小明12號啊21籃板。信任得向前。 21兩分。喂！再講出口未知咯，唔簡單。黃色22 3分。好，謝小明。咩位啊？30籃板。翻晒去！轉身望波。啱唔該。啱啊！紅色21幾多分？紅色21。係。2分。哇！阿福哥啦，即係炒到係啊。
開邊。唔緊要。呢個係啊，佢係咁噶。我都唔知。佢食咗啦。你而家我幫佢同你講啊，定係你自己同？兩分波小明。10號籃板。廿一籃。廿二籃板。望翻人，捉隻。我專心啲啊！問翻你咩事咯？有問題分析。我 boss。未打㗎。未打未。等我一陣先，都望住。你近尾等我做，轉頭拎俾你。炒咗。廿一籃板。咁耐。我真係唔該你嘅。3秒。舉手啊！舉手啊！使唔使？舉手！開晒！小明開。咩色打咩色啊？唔緊要，定係只係 OK 噶啦。
籃板。緊要轉身上翻球，轉身上翻球，放人放人，係佢啊，輸咗，係啊，輸咗嗰邊，好啊，黃色27三飯添包滿。14秒有20犯規。手準，呢板，要籃板。包你隻歌。好波好波，1分鐘。唔好玩我啊！你諗住點啊？冇不住。你咩事啊？唔係藍色啊！8秒。6號籃板，6號籃板。15秒。9秒，8秒。緊張啊！8秒啊！舉手！10號籃板，10號籃板。3秒。3秒啫，3秒。3秒。緊張。你好乜？我仲緊張，你知唔知啊？佢都緊張，唔緊張啊！暫停啦，唔該。暫停啦。佢叫暫停。入咗波啊！佢站㗎，我知。佢射嗰時呼。黃色10號4份。喂，機位啊喂！你位入去。5
家41比41，剩低1秒。加油啊！到這吧，8分鐘啦嘛。我知你想做啲未到咧，嗰個入唔入啦？冇俾人做。入咗學生嗰兩個，你追得切。42比41，紅色贏咗。